哇，我怎么画得这么好啊？诶，点点，你画完了吗？快画好了。默默点点啊，你们在画画？对呀，彤彤姐姐，你看我画得很棒吧？真的耶！让我猜猜看，这个是你的阿爸吗？阿爸就是爸爸的意思哦。哦，阿爸，爸爸，对呀，这是我爸爸，很帅吧？真的耶！这个一定是你的阿梅咯。阿梅就是妈妈。没错没错，这是我的阿梅。那我看看点点画了谁哦。这个小小的是你的肉妹吗？肉妹是妹妹。肉妹妹，对呀，这是我妹妹。那另外一个是近视的点点吗？这是我哥哥。哦，原来这是点点的阿狗啊。阿狗就是哥哥。哇，你们都好厉害哟！默默画了帅气的阿爸，还有漂亮的阿梅。点点呢，画了可爱的肉妹，还有近视的点点。是我哥哥。是近视的点点。是我哥哥。好啦，不要吵了，不要吵。阿爸，爸爸。阿梅，妈妈。这个是默默的阿爸和阿梅吗？对，这是我的爸爸和妈妈。那默默的阿爸还有阿梅是做什么的呢？我爸爸是艺术家，我妈妈是超级管家。阿狗哥哥，肉妹妹妹。这是点点的阿狗和肉妹吗？对，这是我的哥哥和妹妹。哦，那点点的阿狗和肉妹几岁了呢？我哥哥10岁，我妹妹6岁。阿爸、阿梅、肉妹还有阿狗，这4句客家话大家学会了吗？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见喽！张来亮。